一阵热风卷起乌鸦的小朵羽毛，绕成毛絮的旋风。那些还有近黑湛蓝光泽的羽毛，在路面上盘旋震动。风再强一些，折断的细角就拔出柏油。从工程师的视角看过去，乌鸦是活过来了。它只是粘在柏油里，也被小碎石卡住碎骨，无法乘着热塞扭曲的气流飞离路面。有啊，所有你个小说其实迄作者吼，其实描写讲，伊只工厂师伫厂师杜方无想做头路，因为都无聊吼。因为上班又按久，其想要快乐自由，所以佢就用个奥多拜起登咧，要做一张卖个钓鱼烧吼，伫公司个富春轮卖，佢想按样生意可能会动好，又做得赚钱。又当你看到同事，然后另外呢，佢还做得自由自在哈，因为佢各位懂书上的神法啦。但是生意又唔好，咁样个神呢，当你无聊就看到你填嘅时间，你头下你就有啊哈，本人展示嘅，佢就想嗰只雕诶用按彩过，佢就看嗰只雕诶，佢想要做一只雕诶来做落神行。分较多人来看啊，然后看你生意要较好无，甚至佢要做一只机器，对方做个钓鱼手嘅，做风头，佢去研发一个新嘅产品吼，分大家人看。讲嘅就係呢種現代人嘅想要追求快樂、自由，然後又要有金錢啊，就按照講到佢嘅矛盾啦。拄拄好佢請到一隻有啊呢種做佢嘅象徵。就会遐热的咩？其实郭一峰先生佢呢只文学作品，佢嘅文学作品大部分佢写嘅尝试杜方嘅人嘅心情，哈，佢现代嘅小说，然后佢杜方也當到人嘅無奈啦，哈，像你做工廠師嘅人，哈，我就會想到講，其實工廠師啊，像台山縣啊，像苗栗縣做頭份啊，去個高雄都當到人，其實都像佢樣嘅，就冇識條路嘅，哈，就去個下來做賣咖啡啊，來賣茶米啊，過一隻民宿，佢也用一隻較現代嘅手法來描寫。呢本小說我也看到因為作者佢去個對神法嘅品味啊也清好，所以呢個小說文學作品杜方佢就寫到用調咖啡，用神法，用洗茶誒，然後做點心嘅時節嘅動作嘅細節都描寫落飽滿吼，就會把現代人嘅神法、現代反映了現代人吼啲嘗試杜方佢嘅心情啊。我知道呢部小說啊，想當到上班上路都無聊嘅，想去追求自由嘅快樂，從頭我想講係去辭職嘅，冇去做嘅人，可能讀起來都能會有一種心情啦。